香港基建的先後次序與財政警示。香港近年的大型基建計劃，既是城市願景的象徵，也是公共財政的試金石。龐大的投資往往伴隨風險，若缺乏審慎排序，便可能淪為大白象工程，拖累社會民生。要理解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，必須同時檢視成功的可能與失敗的警示，並在有限財政下作出最合理的選擇。北部都會區是政府最具迫切性的項目，投入高達2240億港元，預計10年內可提供24萬個住宅單位，新增1000萬平方米經濟樓面，並創造約50萬個工作職位。這不僅能釋放土地供應，更能與深圳形成創科走廊，為香港注入新的經濟動力。相比其他計劃，北部都會區的效益更直接，能回應市民對房屋與就業的需求，亦能提升香港在大灣區的競爭力。西九文化區的財政困境則是一個警示。2024-25年度赤字高達7.69億港元，收入與籌款均下跌，儘管人流增加，營運卻難以自給自足。這種大白象式工程，外表宏偉，內裏卻空洞，提醒我們基建不能只追求形象，而要考慮長遠的財政可持續性。文化設施固然重要，但若缺乏穩健的商業模式，最終只會成為納稅人的負擔。機場新世界11 Skies 同樣令人憂慮，投資額高達200億港元，但至2025年夏天僅有40%樓面成功租出，大部分範圍仍空置。更重要的是，新世界需由2028年至2066年，每年向機管局支付18億港元保證租金分成，財政壓力沉重。這反映香港商業地產市場未必能消化如此龐大項目，猶如巨輪停泊在淺灘，難以起航。若市場需求不足，這類投資只會加劇企業與政府的財政風險。至於交椅洲人工島計劃，至今已耗資4億港元研究，但因財政壓力與環境爭議而推後。第4條海底隧道雖有需求，但仍未有具體時間表。這些計劃若在赤字擴大的情況下貿然推展，猶如在沙漠中建成，既耗資龐大，又難以持久。更重要的是，社會情況每天都在變化，大灣區融合可能改變人口流動。若大量港人選擇搬往大灣區，香港人口或許會減少，對土地與基建的需求也會隨之下降。若未來人口結構出現轉變，人工島或隧道的必要性便值得重新審視。綜合而言，香港的基建發展必須有先後次序。北部都會區應優先推進，因其能快速提供土地與經濟效益。交椅洲人工島與第4條海底隧道則應暫緩，以免財政赤字惡化。西九與11 Skies 則需徹底檢討營運模式，避免重蹈大白象覆轍。唯有審慎排序，並在社會環境變化後重新審視需求，香港才能在有限財政下兼顧發展與穩健，既不失遠景，也不失根基。